大学的时候是什么？热音社。你以前主变的是一个大便还是小便？好吧，来讲。红山有土啊，我在做给小英总统那个长照2.0，带社区的老人家。那叶嘉修老师就老人了，他可以送进去了哈。三姑娘啊，唱啊，心无开哟，我从我的心中，老热倒里推，老热穷下来。好，基本上也是呢，规个第4礼拜就会清明1礼拜的海鲜啊。过个礼拜就冇机会了。对，好，送3礼拜哈。嘿。安尼所有的海鲜的朋友几乎啦，几乎哈，几乎全部都过关哈，所以哈，今天不要闹亏哈。海鲜挑战赛比赛规则：到底先输国演创艺术国位，3只难题以上就过关，黑幕就签时淘汰。今天的评审欣赏鱼，一家出欣赏，记者嘅欣赏，记者嘅欣赏，6个嚟欣赏。好嘞。还要讲一下评分的规则了哈。你唱到阿公咯。好，第4擺嚟嘛，第4擺最尾一擺。最尾一擺，挑戰的人吼，大家要注意到嚴準、節拍，對，沒模仿死。你要注意講，要有感情，因為哦，歌館唔係講只聽歌啊，歌館還有深度的比賽嘛。對，還會很多乜嘅淘汰賽、PK 賽，實力要拿出來啊。對，所以大家要加入，莫犯錯，還要有感情。我愛上，我拿第1名，還有感覺。對，好，加油！好，葉老師講的要拿實力出來哦，不要拿2力哦，毅力跟耐力。對。唉，好了，我都幫你捏把冷汗，好怕你亂講話。來自美麗頭分的哈 TV 范美文帶嚟重頓呀。好的。大家好，我係范明文，我要來2年前到6強賽創唔做一記，得到第4名。我哋都要過來比賽，希望大家都唔會過失誤，都得順利過關，加油！走嘅日呀，心肝情唔下，草原嘅路嘅講極愛做啊，太嘅生長嘅嘛，今夜鐵劈斷啊，離劈講無量地方。愛盡嘅日呀，望見面就能加加，從頭嘅路始終見看見察，全愛見辦下，今夜鐵劈床啊。哇！我要進來了。哎呦，進來咧！自由身啊，送拜吼，喺入面跳舞小選嚟啦。忘詞哦，我跳表去帶啦。送拜必都馬嘅長途啊。前6強第4名。哦，第4名哦。哇，你真的懂大宋。忘詞啊。對呀，哦，所以也不想了變前3名誒。看有法度。
其实无按差无，今年有调表的无？今年无啦吼，无唔记得啦吼。系啊，因为咱有动有经验的歌手啊，系啊，创国的亲友故事，呀自由身呐，哎呀，来尝一下你欣赏的公平。阿公，吼啊，刚才本来真无想到讲啊，头先讲个先前个拼个有感情就变个啊，啊，看你啥出爱用型啊，真有其实有表面啊，只有之前比到第4名的嘿啊，第4名你要变第1名的啊，所以历史歌实在讲，俺唔是讲。安用蛮请假麻烦啦，因为讲咧音准啊、唱法啦，还有表情，还有一点最重要是，伊有几首歌呢，从讲法样讲出来，你也真无简单吼。所以呢，对我来讲还是感觉讲，好演出我那个欧诺嘛吼，所以。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嘿，谢谢了，继续加油哦！不是第1次而已哦，你不要不小心又划船又闯动掉，是。呸！那人家要先讲啊，不要墨菲定律哦。你佛心蒙佛心啊，你唔错都唔错啊，对。我怕你铁口直言。铁口直断。好啦，安尼看有办法过关无来。翻美文的分数。过关。谢谢。我们比恭喜哦。恭喜，谢谢，在南边了哈。哎呀，谢谢。点哦。好了，谢谢了。好，谢谢。多谢。什么？回做休息，好来。来，下一位。来自屏东内部的钟浩良带来什么演讲？好，哎呦，嘿，来听我啦。大家好，我是钟浩良。今日嘅我来一篇比赛，係希望本藝自家一個機會，再度推上表演唱歌嘅。因為我以前喺大學嘅時節會表演，不過畢業以後我會上班，冇乜嘅時間好表演。希望今年嘅我表演嘅什麼演講，大家會中意。就像嘅一地方，拍拍嘅牙齒，風風嘅嘴唇，沒處被會共發。什麼嘅演講，什麼嘅演講，勝過嘅沒有辦法。標準嘅身材，甜蜜嘅笑容，色彩嘅臉上。來查，什麼嘢演講愛馬殺，愛上到死亡要後生，愛愛唔會查，風化嘅日來查，什麼嘢演講愛馬殺，愛上到死亡要後生，愛愛唔會查。什麼演講？什麼演講？嘿 ，Hello，你好，哎，年輕人啊，你以前呢，在大學的時候是什麼？你是什麼主唱？什麼社？熱音社。熱音社是什麼？對，衝狗。熱。哦，熱門音社。這個是怪怪的。什麼怪裡怪氣的社啊？哦，熱門音樂社。哦，哎呀，還有啥呢？但是問題熱音社哦，因為我想講我選一條，按傳統的什麼人講的歌。對啊，傳統到不行再傳統的。比如也動作型的，按客家音音樂創作人創作出來的歌曲。哦，因為講到客家歌嘅，我最熟嘅歌嘅都係客家本色屯。什麼講？哦，冇做菜茶歌。菜茶歌啊，嘅傳統嘅吧？我叫要行下傳統，係啊，所以我要兩條天呀。冇啦，我會其他嘅，還沒有那麼快展現而已。對啊，讓你嚇到鋪陳。但是他今日唱嘅什麼講有他不同的風味。對啊，他年輕人唱出來，還蠻好聽。有熱音社的感覺。對，來談一下欣賞的公平。這位老師。好亮。我問下你以前主編的時間係大便還是小便？好啦，嚟個
哪一个编制？编制是几人的编制？三像安呢是大便。哦，这样就大便了。对，大便。譬如有三可以前赖雨桥安尼啊，哦，那就是小便。以前冇按同意。冇按同意啦，吼，可能你用三煞啦，吼，竟然结叫冇恐吓安尼创过诶。差唔多毕业以後都冇嘅。係啊，就講你喺潛進嚟嗰種創作嘅啲舞台當播嘅感覺，很熱情，還有嗰個 tempo 啦，還有感覺。當然創作一定冇問題，要牙音色好，基本分也好，韻律感也好。不過按你創起來，啲歌就變昂昂嘅。當然人每做的解釋做講，你就是一個很內向的人，然後看到誰們暗講，我可以這樣解釋，但是不是就是嗰個太瘋嘅。演唱在你旁邊，知道嗎？哦，跟一定會有比較嘛。古時候講，你在詮釋歌的時候，我相信你有你的想法。古時候沙河來按多場嘅比賽，我希望潛進之家，啲熱音社嘅熱情也好，唱歌嘅韻律感也好，也係講唱歌嘅態度，好唔好？我覺得你會也是會是我們這一季的亮點。好，我希望他2-3拜會不會表演，希望你越來越好，好嗎？加油！好，安子姐，安子姐。哎呀，安子姐沉水炸有啲很多超地舞，就是嗰個，你有冇知唔知？哎，你開始講創一條歌都做得好奇，哎。哎，你吃看，你吃看，你吃看，不要這麼 over，但是就是他可以呀，你做對了，對呀。來，對着前奏嘛哈，放輕鬆，來，看到誰有冇？自在，好來。安尼差唔多。雖然講有一點點好笑，不過比較彈起來又有那個比較有 feel 哈，比較感覺。你講的係乜嘢嘛？沙河來，我希望看到你的是人歌合一，人歌合一。哎呦，這個很重要，好不好？加油！好，謝謝。還剛剛那個動作還是算了啦。好好唱歌，好。我跟你講，這個是拼不過趙德武的。對，來，快給媽媽過關嘛，來。從他兩個會說。過關。謝謝。呀，容易哦。容易哦。好了，回座休息啊。哇，真的是熱門音社的，熱音社。好嘞，撒下來。來自新北市天玉清帶來一輛蓬線衫。好嘞，一領蓬線衫來。大家好，我係天玉清，今本月東歡喜來參加鬧熱大擂台，也係我第一擺來唱客家歌參加比賽。因為韓式唔是講個客家話，唔過我當然真係學客家歌。也基本上呢，我來帶來一首一輛蓬線衫，希望大家會喜歡，安子聲。
你好。你好，美女好，美女好。第一次来哈？对啊。哦，怎么想说这么久了才来我們節目？因為我韓式唔識講你不講客家話，我係一擺選秀飛之後都認真學客家話。哦，之前冇乜有講。唔是講過。係客家人。唔是講過。我台北出生，但是我的父母親是客家人。爸爸媽媽係客家人啊，但是因為係啊，鐵路卡親是要講客家話，所以就規矩都冇講。因為在台北出生根本沒有講客家話。之前冇專業，比如講鄉下，同阿公阿婆見面呢？冇呢。冇哦。阿公阿婆從來都台北。你喺台北了？對，就是都在台北居住啊。但是也聽人哋講，其實人嘅口音嚟講係非常嘅正嘅。是冇問題，所以表示係要客家人嘅細胞，所以講出嚟冇問題。好啊，當腳啦，天天嚟釀，一句一句釀，吼，明日就釀一隻，明日就講一隻，係啊，終於你會嘅啦。唔係，就啲人節目學咗會啊，所以應講客，講人就會，冇問題。好啊，那加油啊！加油啊！我今日用中國嘅方式嚟學客家話，客家。唱係學英文做咩啊？你？係啊，好多嘢係唔有講。叫下加油啊！好，所以天拜來好朋友，好嚟，那位先生嚟講。4位先生請。好，玉清，知道其實要出國梁鵬先生，當時他唔係嘅上線。不過有一點吼，我留記下啥，你陳所長建議就係講，沒有同樣嘅問題，人嘅公民全部提都聽過。就是提得太高，跟問題可能講有上是人唱過的哈，點都你要把我經常會講形容叫做重心啊，人重心裡面你大概要放在什麼位置，不要讓自己會覺得在搖動。有唱過，我們希望它就是你的下擺的部分會希望穩定，你這樣有辦法 hold 住整首歌要的感覺。尤其像那華爾茲的歌，你一定要很溫柔、很順的帶。你像一句秋風吹起，熱簽人，那隻秋要到是就本創團體。秋風吹起，熱簽人，那隻秋要到是沒來到就卡大聲，安尼一句帶出來就卡大聲，結果團體咧就冇體咧，人家想法就走體咧。好，我希望能夠有一些小小的建議。好，安子生。好，安子生。啊，安尼即係關於拍歌館冇啊？嚟，聽玉清呢本書。嚟，歌館。啊，恭喜！你又記特別想唱好多歌啊？因為帶台北的關係，歌唱班的是先生，我特別都推薦來。客家人就係愛講客話，客家人就係愛唱客家歌。所以，真的哈。那你為什麼都唱火羅歌？沒有啊，我有時候會唱啊。沒有。拍拍嘅牙齒，縫縫嘅嘴唇，沒住啊會講話，嘿嘿嘿。好啦，是後面還有很長的路哈，繼續打拼。謝謝，回頭休息。好嘞，接下來呢？來自新北市潘秀美帶來人生舞台。看啦。留下好似10年歌。嚇我一跳，我以為怎麼了？我以為你來參加我們的。聽說你有一次主持那個婚禮，然後新娘頭髮着火，是不是？錯火哦，該嘟嘟愛用我錯火了。起碼下去哦，該嘟嘟該有嘟點等嘅菜了哈，會擺上。你都看到小哥一鞠躬，一跳就這樣做，看到嚇一跳。大家好，我是潘秀美，我不是客家人，我不大会讲客家话。我先生是客家人，所以我跟着他出来学客家歌。他鼓励我出来比赛，希望等一下可以过关，加油！谢谢。
3分钟，留下好似3年過，佢從前曾無論錯，也不能天比一個。哎呦，哎，哦，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哎呦，怎么了？我还以为杜思梅来参加我们的。嗯。你不要这样子，看到远远的就这样。刚刚远远看着好像，哎哦，走进来不是啦，不是啊，不是，不像。哦，昨天像吗？像秀兰玛利亚。那个对啊，脸孔像秀兰玛雅。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唐公给他来比赛哦，也是无心插柳。他其中按啲总火，然之后啲总火嘅乜嘅，海鲜烧 VS 嘅，其中加老公经过啊，经过，哎呦，潘内体吹丝虫叶呢？对呀，你就是去那边了。对啊。重点是，你提的锦沟叶片，你不会唱客家歌？对呀。会。你会？就那一首。那你那一天怎么有勇气赶上去？是什么原因？因为我常常表演，只是没有比赛过。你有常去外面表演？没有，就是我们社团表演大会会叫我独唱这样子。哦，真的啊？唱客家歌吗？还是？对，因为他们一定要唱客家歌啊，因为是客家社团。哦，你有加入客家社团？对。但你不是客家人啊？不是，我先生才是。哦，你先生是哦。你先生有来吗？哦，有来啊，好。所以那天搞不好就是他故意带着你说，哎，我们去散步，然后就刚好走到那个对啊，显教会。不然谁会带去菜市场那边散步？然后他本来想说，哈，客家歌算了啦，我不太会，没关系啦哦。但他又听到说什么有那个抽奖奖品，摸彩。哎呀，这个就不得了了。哎呀，最大奖是什么？啊，玉璇就说秘密，很厉害的奖。结果呢？结果。这个嘞，到底什么？是被我抽中了，被你抽中，行动麦克风是不是？对。哇！对，那你有练吗？有哦，对，那很好啊，对啊，多唱一些客家歌，唱得很好。好，来，唐先生贡品那边。西米，我要给你的说辞就是在现在这个阶段，基本上我对你是没有什么比较多的建议跟想法，因为。我真的很难相信你是第一次出来比赛的一个歌者，因为你在台上的表演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有台风，稳定度都很够，所以就还行这个阶段，甚至我敢预言，就是在淘汰赛之前，基本上我觉得你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你就好好的 hold 住你现在的这一个基本盘，你的稳定度这样子唱，我觉得不管以后你选什么歌，你都可以很稳定的把它表现很好。那可能将来到更进一步的阶段，比方说淘汰赛之后，甚至将来的，如果你有幸进入6强之后，那个更高阶段的要求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到那个时候，你可以当然我们会跟着这个节目的赛程的进度，适时的给你们一些建议，帮助你们一步一步的走向这个比赛，好不好？就是我的建议，谢谢。好，谢谢老师。多谢啊！哈，安尼这款技有办法过关冇？来，潘秀敏分数。过关。哦，哎呀，恭喜呀！没问题的。谢谢。好，希望你多学一点客家歌哈。好啊，谢谢你，回做消息好，谢谢。好来，杀下来。来自新竹新妇刘凤美带来优胜仪。来，谈下啦哦。大家好，我是刘凤美，我参加歌唱班有扮演人咧，同學鼓勵我來參加鬧熱大擂台，所以我今次係第一擺來參加鬧熱大擂台，希望有好嘅成績咯，加油，新夢！在花盆跌落地，將恩感情水提，老歌高情記下酒，今夜老
嘿，你好，主持人好，係，福面之好。啊，問完幾少年來啊？同學，ที่ไปเลยฮะ 廖崇發，廖崇發68。廖崇發特別依個乜嘅伊面喵，伊面苗蔥芽，蔥果本伊面芽糖，這記啊，唔係讀好迄個拜拜時就讀到係咪？同學創神果嘅，神果班嘅同學啦，伊創係叫揾人嚟創，對，也佢當會創，當會創，也創到當好，其實阿伯願意咁冇人好嘅，你佢送佢俾到T到名，T 3名，哇厲害啊，唔該，所以你阿伯咪變啊你。唔知係咪強？唔會啦，聽呢把就好啦。係咪？識講你就好。你像我讓我一研究爭來比。去年到二重培去吼，結果報名截止嘅。嚟啊！結束嘅。要跳慢戲係嘛？係跳慢戲。今年都冇消息，又照到準備去中正國小嘅。誒，唔帶奶？帶新婦啊。新婦伊都準備嚟叫嘅。冇結叫啦，冇醫院啦吼。就他準備有個你老年大擂台，個你時尚飛，你吃看那咧，有獎品好啲。伊吼特別早起哦，伊講要截止，因為我講2點鐘起啦。所以2點鐘起哦。我前啱咪注意排隊嘅。嗱，你等你排。錯車嘅排隊嘅，呢個衰貨。等兩個大擂台。安尼所以一擺要報道啊，要歡喜，當歡喜，興奮啊，興奮。會創嘅客家歌當多條啦，吼，當多條冇問題，準備好勢，好，就等下哦，哈。好，嚟唐先生嘅講評那邊。講。好，咁咪吼，我嚟講吼，佢創國家吼，莫緊張，本來就青蛙創嚟，而咩要打算嘅嘛，吼，準備先多條，所以吼68個同學。咪強項都是吼，唔是咁強啊！我是感覺講你一唱歌都冇多人嘅水準出來。我唱歌家就跪下，你想講你下我講嘛個風吹，吹那個風吹花瓣，那個唱出來嘛，吼，就唔是講我叫咗來，你是在講對你嚟講，你在唱我親愛表現那種感覺，吼，你聽親大聲咁嚟就出嚟，對佢哋嚟講。越看到以後越前台嘅發展空間，好冇？加住我，嗬，用中地咯，嗬，而啲音嗰時我音出嚟，攞佢唱到個台上，前後講花中攞佢唱出嚟，好冇？好，謝謝。嚟，開件劍面拍歌滾喎，嚟。劉豐面嘅分數。歌滾。嚟。歌滾。謝謝，恭喜啊！謝謝。哎，恭喜你啊！謝謝。四個藍燈。謝謝。四個藍燈。啊，好，按你廖崇發介紹都好啊，好。哎呦，好，加油！好啦，加油！可以再謝謝。謝謝。買水果咁差異。好來，殺下來買。來自台北市劉彩霞帶了一條花束給。好，來談看啦。大家好，我係劉彩霞。一直以來我就親好了鬧熱大擂台嘅舞台，因為禮拜我玩流行歌，我嘅歌名揾到一條花束給，希望我嘅歌誒你會喜歡咯，謝謝。花束金呀，去年用多金，你的出汗呀細身呀本埋相依心，阿哥送我一條花束金，請你卻前聽，樹根上面繡有七雜絲，萬古千秋不斷情。
谢。对不起，忘了说要唱一拍半。哎呦，这位大姐头，哎呀，拍摄，大姐头，这个对吧？这家的误点啊，应该印象我要冲2拍啊，结果不对吼，答应我说要唱1拍半啦。有经验的啦。应该印象不是要第2首吗？要我们唱好给我唱1拍半啦。我大部分都是唱2拍，然后半拍没有唱的。我一下就要放1拍半，我快点给那歌忘了。你医院检查一下嘛。哎呀，秀图。漏了就不让饮料。不会啦，话讲太多了。不会啦，以你的功力，不会啦，15年的功力耶，半年，18岁才退下来。30岁做到18岁。这个经验挺丰富的啦。做上落拍的呀。落拍的没啦。毛病股胸挺多的。而且那个婚礼主持人还要面临那个现场所有的危机哦，要处理熊懂得恰恰好。我懂哦。那是比较简单啦。听说你有一次主持那个婚礼，然后新娘头发着火，是不是？错哦，该嘟嘟爱用我错了。起码下去哦，跟嘟嘟跟几都点等嘅菜咪哦，我摆上，佢都看到上个一鞠躬，一都点错，害我看到吓一跳，我说哇，发落啊！那主持10多年，忙是做个新娘，我头脑会错火哎呦！祝年唐老哈，也要高興咯，上200錢。哎呦！我冇人做人新娘安放，我家倒會。沒有跟人新娘好爽啊，新娘。新娘跳那麼少起來，冇夾送儀宴啊。不用啦，一撮個時間，不要等到婚宴上的時候，新娘就變平頭了。我站在後面啊，我在後半眼啲啊，結果眼看佢一撮一放啊，就躺下前頭啊，出來拍攝。我說好棒好棒哦，這新娘哦太旺了。那你們家的一天哦吹燈亮不？那主人哦不能出鏡了。那很危險會花旗啊。那個要拿滅火器，從頭。新娘又爽，新娘公又爽。那天賺1萬塊。哇，有暗號，因為都傳1萬元過來。台下乒乒乓乓啊送錢。對。剛才米拜姐真的，結果有冇錯貨了？有冇錯貨了？沒有了，不會了，大部分都有新郎新娘。以後那個時有主持那種節目啊，就拿貨準備。我當然用婚羞恥了，比賽了，對啦，那真的是很旺很旺，謝謝。剛才有收過有失誤了，衝1拍半還跟你說要衝2拍，等他過去。對，來唐來，這位老師這個1拍半2拍來。咩個啲見唐阿講得，前妹，唐阿講前妹。謝謝。開始。前妹有點躁鬱。唔，猜下這哈。冇緊張，我攏講要暗號嘅經驗。其實家哦，樣板講都唔會扣太多分啦，因為一開始唱歌啊就講，哎呦，你看唱歌哈，懂有分量，唱歌的那個感覺很好，特別是你的唇齒音。你還咬絲，我覺得我很喜歡。沒有唱慢的比較拿手，像這個還蠻快的。我在幫你，強妹。而且又臨時。強妹。好了，強妹，你的嘴唇不要動了。我意思講吼，來講，因為可能因為主持按到嘅婚禮嘛，婚禮主持，故說講你的講法，然後唱歌其實可以合二為一的哦。我覺得那是很好的一件事，因為你唱嘛該你彈嘅事，所以唱唔該講按精彩，我都會幫你寫這位。故說講，你下用主持冇強用。攏講法能量，還有心情，比如那邊，比如唱歌誒，跟接下來咧，我想主持18年咧，懂得的詞啊，懂得都進你的腦袋裡。故說講你要把它轉化成唱歌的能量，譬如講你要唱歌要多練習不？講法唔是。第一次唱客家歌。所以很棒啊！我在鼓勵你。還有我教你，你替拜嘛，所以像剛剛講啊。冇啦，佢雙拜有來比過。有來講，唔過佢比替拜嘛，我意思講。就算剛剛一點點差錯，你最厲害嘛？你看新娘頭那麼錯風，你都會把它圓過去。剛唱過最前面除非唱不堂，我沒有唱錯，這樣才是對的，你懂我意思嗎？你懂我意思嗎？就俺沒攏會不會沉睡咋講？其實不會，其實它都是一種學習。他把你除非讀到你就提高不對，我是歌手，啲藝舞台動我，你要做藝舞台，我就是很有自信的唱出來，好嗎？其實佢咪表現冇好啦，點冇？等下藝啦，就失誤了，藝一天不能講，這個失誤可以提醒自己，某一天你還有不會15數個，
每一首都不失误了。对，好不好？而且都表现得相当好。对对对对是客家人，他们都唱老歌诶。唔怕唔怕唔怕，下來看好，看好後背好好表現。好，謝謝，感恩感恩。看我公關。謝謝蔡下分數。什麼意？按姿勢。過關了，過關了，來哦，過關，過關。啊，冇問題。40難定，係啊。現在太失心瘋。其實30難定都過關了。對啊。沒關係，不要那麼自責了啊！每一點點小失誤，好不好？是。你都繼續加油。老陳第5下也可以準，他寶貝變神。對。太會看，太悠哉了，沒關係，不對。要從那邊。好啦，恭喜你啦，謝謝啦，謝謝啦，哈，謝謝，回座休息，安住先，好，好嘞，殺下來。來自新北市楊玉群帶來。相信愛係真心。好嘞，談過啦哈。大家好，我係楊玉群。對唔係客家人嘅愛嚟講，唱客家歌係愛學習客家話、了解客家最重要嘅方式。根本我可以唱嘅係李一凡先生嘅《相信愛係真心》，希望大家會中意嗰條歌嘅。相思寒流下海嘅聲音，街路旁，很多人來來要依，就係你停在愛嘅心情，心心念念，夢想愛一步步行去，該世界灑留下愛嘅相信，多下走。萬人相愛也扮真心，愛做的天高昂也甜蜜，夜風吹，我叫愛總嘅看情，路人韓國嘅笑意，假使世上難再有真正嘅感情，你也愛相信愛嘅真心。你也愛相信愛的真心，你也愛相信愛的真心。我不太感興趣。對，不是因為我不合腳。對，長官好，長官，對，長官，對，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這裡？麥克風，不要叫長官這樣子，來董金總。但我比較好奇的就是哦，這個，你本身對你就在客家電視台裡面工作，哦，安樣會有。一種想法落來，鬧嘢打嚟。係啦，伊迄邊伊去先收費嘅時節，我都嚇到一下咧，好奇怪啊！佢係先收費啊？有，他從最基本的、最基礎的開始。他該有看到嘛？對呀，為了不落人那個哈，落人口舌，對啊，他從選秀會他就去報名了。對呀，他選秀會之前，他要練發聲。哦，真是的。那你去報名的時候，是製作單位知道嗎？唔知，也唔知。唔知。你說出街因為人家以為同名同姓。因為我住板橋，然後那天剛好在板橋辦選秀會。我就直接去。哦，就兩鋪腳嘅，就這樣行高嘅人係。青苔演員係因為愛權伊，也係因為乜嘅原因？愛權喺記得吼，愛參加喺選秀會時節吼，係去年嘅7月份吼。那時候其實愛爸爸，就是我爸爸其實很喜歡唱歌誒。不過一直都沒有參加過任何比賽。但那時候其實他已經身體不是很好。那我就一直想說，那我自己去參加比賽好了，就是也許多帶，對，然後就有選秀就過了，然後可是就一直冇機會來節目，然後就爸爸今年2月的時候就過世了，然後不過我還是覺得很高興啊，因為我覺得終於還是有機會來這邊。
唱给大家听，然后也希望爸爸听到。一定会，这没有问题，爸爸一定一直在期待了哦。是，那你就要好好的，你今天站在这个舞台，可能就要摒除你是客家电视台里面这个人员的身份。对，你是一个闹热打擂台的四四猜猜给场衰者。参赛者。好，你用你的歌声，你用你的武器跟他们对抗。是，对。哎，那有老师敢讲评吗？来嘞，是位老师，推一个女生比较好。天哪，没有杀伤力的哈。我任重而道远。OK， 玉坤，其实这么久以来在客台，你的工作也好嘛，其实大家都认识。不过头一拜啲啷个大擂台唱唱歌，其实我就应该嚟講，其實我還蠻期待你的聲音哈，因為有時候聯繫上面總是會聽到你的歌聲。我覺得最難得的是你有這個勇氣站在這個舞台上，這是讓我覺得真的，所以身為客家人更榮耀的地方。然後我真的還蠻以你為榮，但是話說在先，我們還是最公平的方法在評斷這件事。那其實你今天我們回到唱歌的這一塊，其實在音色上面，其實我覺得你的辨識度非常高。好，辨識度非常高，用漢語的歌曲來看的話，你的辨識度很高。我比較在意的一點，就是你的拍子的落點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好，拍子的落點可能比較緊張啦。對，緊張的關係，所以我們在算半拍的時候的1、2、3、4、1、2，你沒有辦法循規蹈矩的把所有的拍子交代清楚，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好，但是還有就是因為都講個副歌會高音的部分，這個時候因為你緊張的情緒會拉不上去，所以顯得高音很緊。好，顯得高音很緊，所以可能你在放開，你必須要把共鳴抬到什麼地方，你必須要有把握，不然的話就會像剛剛那個聲音有點壓扁的感覺。好，要很小心。我相信你一定有按呢技術啦，好，就你一定有這樣的技術，只是說今天的緊張，再加上你可能比較大家對你的期待的心，你自己也。不外乎壓力更大，把那個緊張更放大。對，因為你會放大，所以我現在就必須要建議你的是，你可能要，大家即使現在很多眼睛在看着你，我們可能今天告訴你大家說，大家都說你是長官，可是從下一次的比賽開始，今天如果過了行一拜口說，我們就沒有這件事了。是，可能討論的就是你未來的事情。OK， 在這個舞台上面的表現。OK。安之 say， 我應該不會。你要抖哎，你很抖哎，你少在那邊看那個看戲。真嘅嗎？安之 say， 客家天師堂嘅其實咪動腳。台上麻煩學嘅其實 OK， 希望係做得好。我看搞不好到時候客家委員會主委都來參加比賽。可能李永德先生都來了。好啦，那我們還是要看一下。好，40隊那張歌管，30隊那組歌管，30隊那組歌管。哦，30隊那組歌管。至少3個嘛，好不好？好，來，好，來。你要自己報嗎？我看永玉坤的粉絲，看怎樣？暗示得很清楚了。來，歌管啊，沒問題。許哲偉老師，你按得最慢。是啊。沒有，因為我想要讓大家享受一下那種，你知道，就是最後那個高潮。對。就像我們的收視率一樣。你應該是白不願意哈。不會。哦，放下重擔了。OK 了嗎？輕鬆了，很好。現在心跳應該下次不一樣了。剛剛心跳應該大概有150一樣。對。現在應該回來了。哦，你那個血壓，好啦，好，恭喜啊！過關，好不好？謝謝。好來，下來。來自高雄米怒鍾義正，一位衝。日頭花，好嚟，彈翻啦。看看空故事本愛他。哎呀，來自兩個鄉親啊，兩個鄉親。我那邊哈，啊，來，不一樣，來。紅山有土啊，紅
我在做个小英总统那个长照2.0，带社区的老人家。那叶嘉修老师就老人了，他可以送进去了哈。大家好，也係我第1來到農業大擂台來唱歌，咪係我第1到電視上唱歌，希望大家唔好緊張，加油！春天跟你跳发，你跳发，起点只行茶，路爱老散发。夜天跟你跳发，你跳发，都在看流发，爸爸爸爸爸。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来自哪个乡亲呐？哪乡亲呐？哎哦，那边哈，那边哈，啊，来，嘿，不一样，来。哎，不一樣嘅，咪有啲神采。係美濃人嘅嘛？你叫咩？係美濃人。你叫美濃人咧？啲啊，有冇同講過啊？冇啊。我跟你講，我真的是美濃有半個美濃人的身份。係啊。嗯。真的哦。阿公美濃人。哦。辦到沒有啲生意喺度。是你美濃人啊？係美濃人啊。這樣算是啦。真的啊，阿公美濃人啊，相旁。哦，相旁嘅친구。本羅鳳人，熟。哎，所以其實牛哥是美濃人呢，對不對？對呀。哦。對，我要拜專業美濃，去尋根啊。哎，看到哎，真的有個同阿公強向天嘅，哎，上到寒槍哦。一模一樣哦。哎，當槍。見寒吹毛。誒，也唔係很財夢啊，當叫冇專業。我給你專業感情，孔老師。所以哦，美濃的嘛，對不對？對，所以你有專業。抱一下，來。不是。好，不用哈。我抱了就好。好，你抱了。有啊，我帶到美濃。美濃，一下喊得美濃嗎？現在我一下帶台北。一下帶台北。哦，北漂。走條路嘅個。哦，走條路，北漂了。北漂。北漂。哦。那過年會回家鄉吧？會。就像佢用你過年啊，閒時節佢都會轉每家。不用了嘅時間就會回去。你有家回去嗎？大概差不多1-2個月就會回去。哦，那個蠻常回去，他比我還常回去誒。是哦。對啊，高鐵東風。哎，美濃鄉總嘅東多哈。我媽媽就鄉總啊。中兆鎮啊，還有個大詩人。對啊，中里河。中里河。我媽媽就鄉總啊。你媽媽是鄉總。對，我媽媽就鄉總。所以奇怪哦，一個地方嘅會有一個鄉會特別多人啊。係啊。就表示給雜鄉可能一開始這個邊開墾，嘿，一直延續下來。對，很開心呢，有美濃的鄉親來。是啊，我也很開心看到同鄉的。對呀。還可以嗎？對啊，你爸爸不是交代說一定要跟他拍個照？拍照。對呀。來，爸爸來，開始拿着手機截圖。太好了，現在。爸爸，我要嗎？爸爸。
2，爸爸，哎，切掉。我要不要？我要哈，要好了。再个1、2，好看前面3，谢谢。好，记者会主持太多了，不好意思。你就是穿那个王纱主持的。啊，要调你头发的，安尼节目当中要当多是，你们拿来演唱，对啊，所以要好好啦哈，好唱很适合你的声音，要轻快，对，但是每个人唱不一样的感觉哦，不同。美浓人唱有美浓人的感觉，哎呦，哦，美浓的日头看有稻香味，稻香味，有眼泪有清风味。好，那位先生的公平，郭丽老師，你人歡迎你來到老年大擂台嘅舞台哈。每擺其實在每一季新嘅開線階段啊，做嘅我時常都講啦，保持緊嗰種同其他嘅心情，希望在當中聽到有一些新嘅聲音，有啲好聽嘅聲音出現咯。也試下啦，也試擺開線下啦，發現確實有當多聲音出得大家觀眾朋友期待嘅哈。依陣我今日表現我知道我本來有期待。我啲講人嘅實力不止按你聽，雖然講今日唱歌嘅部分有啲歌嘅音準會跌嘅，比如講同我轉屋下，跟着下音面來跳唱，必須跑調，反而就暴露了你的這個音準不好的缺點了。還有就講在唱同我老散發也可以有稍微的強拍，不過這個都是在我之後在一個階段給你們一些剛上這個舞台的新手可以被我們接受的一些小缺點，因為緊張等等因素加起來會造成這些小缺點。OK 的，做得本人結束嘅，其他人後邊嘅表現我見了嘅問題，你嘅聲音嘅本質，你的聲音本質是好的，而且你可以在有這個想法去唱歌，去顯示某種方面頭有別於原唱味道的一個歌手。你要按你嘅能力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我當其他人係冇嘅表現。我今日本歌，我係相信其他會本歌。你要記住我們給你的鼓勵，然後一步一步的都編出自己在進步，好嗎？謝謝。好，謝謝。安子姐，好，安姐仔，可以拍過關冇？嚟，中意真係分數。咪容易咯，過關咯，過關咯，過關。夠啊，冇問題，西澤蘭北，這樣才風光嘛。是。很少美濃人來吼，沒有過關的，幾乎沒有。哦，美濃人都很會唱歌嘞。真的，那個美濃人一站出來的氣勢就不一樣，愛就會踢一秒。好，也沒有了。好了，恭喜了，恭喜了，好，加油啊！好，回頭休息，安子姐多謝。係，又係傳統組嘅希斯禮拜嘅開線比賽希斯禮拜哦，係哦，好好衝哦，前3個禮拜，幾乎全部都過關了，全部過關，係啦，那麼強，有那個少數那1-2個。哦，不小心的，流行組啦，流行組，司機還唔多誒，運氣還冇多誒，對，係啊，好，所以希望今日嘅參賽朋友們全數過關啦，哈。OK，好，OK，no problem，好，no problem，好，安尼咧比賽之前嘅介紹評審是怎嚟？好，李秋霞先生，魏生瓊先生，羅盈盈先生，吳春玲先生。比賽開始之前，先請到秋霞先生講規則。好 ，OK， 好，講過去雜嘅有6個嘅哈，台灣有6個嘅哈，當熟嘅哈，熟面孔哈，一雜嘅強數嘅強數起來，用滿意爭取最好嘅成績出來。記得咯，咬舌、彎氣，最主要唔記得歌詞，越面做得轉頭轉角。好，偏偏這編歌詞係做得有意思，好，你係同你會電音都參考哈。希望你哋今年能夠拿到前好嘅成績咯。好，安子姐，快點望下睇阿鳳強係，加油！好啦，來自 TV 滿意。先做準備，劉水蓮帶來到3個。來，聽下啦。大家好，我係劉水蓮，一擺過來挑戰鬧嘢嚟舞台。希望我哋一擺場比上擺很好，大家會嗌加油哦！
雄啊，几时才来？山歌唱出多嘹亮啊，钟鸣了。心头开来，水莲姐哈，你好，祝新年大家好。嘿，是之前来过的，有有印象了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啦哈，对电影下个就有印象。哎呀，哦啊，之前比到嘛个长途啊？三关就被砍掉了。三关都被砍掉，你不是在什么 PK 赛的时候被？对啊，第三关啊。哦，第三关哦。所以要摆了血池一下。哦，不要踢吸管。对呀。不要踢，你在天上管过，不要踢吸管。要凊彩哦，海鲜凊彩都过到一关啊，对嘛吼？还有 PK 赛，PK 赛看人运气，运气好的话，出到的对手还弱的，你最有可能就会赢啊。哦，做对啦。对啊，做专业拜拜啊。哎呦，拜拜哦！佛祖要保佑哦，佛祖。比赛不要紧张，然后让你的对手克服紧张。你今天会紧张吗？18了，一点点。一点点啦哦。从比摆无拉摆啦。没有。摆较多点。哦，好，谢谢。啊，今日创作样板咧，唐先生来讲评啦。以上的秋夏先生。生命都不一样，你不讲一点点的紧张，你赞满紧张哦。看得出来哦，硬长长的咧。是啦，你一紧张咯，伊声音根本都冇出来嘛。后连卡呢都咱人家冇感觉，你看人家唱你按笑容的家己吼，人家是规只神经是绷紧的。神经唔要拼。虽然讲冇紧张，这么紧张啊，你就要轻松哈，因为你紧张了以后，你声音就唔会出来。后年在卡呢，所以今日几首歌创意咧吼，你这本身就让人后年卡呢声音冇发挥出来，所以你唱的时间当多来音。因为你声冇出来，高音的时候冇冲上去嘛。你老山歌是讲最高音咪嘛。你不论你唱乜起，你也冇法度按高音，你再最大假音过去嘛。唔过你假音又冇带上去，冲又冇冲上去。所以哦，请大声哈！福多加当讲你唱到福多人间，福多硬嘅变嘅硬嘅，因为你讲唱到福多去啦。哦，还有鸡丝锤在高音嘅时节，然后锤子嘅时辣音就出来了哈。几时才来？还有嘹亮，多嘹亮嘅咩腔亮模亮哦，了去模亮掉啊哈，张面嘅腔亮辣音出来哈，心跳佢咩腔亮哈，所以润咪请讲哦，你润咪只要做得请讲啊，你真嘅係一本你鼓勵嘅所在，但是就說人家講嘅，我家講嘅嗬。人家一克服到你緊張嘅情緒，你聲音就會出來哈。下回哦，你叫更加好，加油！謝謝。而且連評審都這麼認為。對啊，所以好看哦，看你有過關冇？哦，對啊，會。來看劉水蓮嘅分數。過關。貓。過關。謝謝，冇問題。恭喜過關冇問題啊！繼續衝牙哈，繼續拜拜。
好，哎，拜拜啊！好，谢谢，一定会拜拜。拜拜，好，来回头休息，谢谢。好，一定会拜拜。好，杀下来。来自桃园平镇天修镇带来平板。来谈个啦哈。大家好，我是天修镇，来自平镇，一拜喺我天一拜，为了农业大擂台创山歌，希望能够顺利过关，什么大家。哎呀，要送朋友啊！做成人吼。係啊，來過多拜。第二次啊？你有沒有第二次呢？第二次哦，蓋下拜就踢場拜。沒有啊，就第二次啊。就第二次。冇上我講啊，來的。拍誰？第二次啊。哎。打算要來幾次？打算要來送拜比多嘛個長度。不要問這個啦。為什麼？啊，他就有講。沒關係，反正都有播出了。對啊，啊，你之前的也是大家都看過了啊。就第二次啊。就第二次被幹掉了。對，哎，對。啊，你抽到強的？我不知道哎，忘記了，好久了。哦，好久。那這個人很樂觀。對。所以就在這裡變化了哈。哎，是看那是啦。聲音也是不好，爛爛的。哈？對啊。暗示懵用。對啊，用對氣給他上演，沒有自信啊。因為我覺得很喉嚨棒啊。乾乾的。乾乾的，多喝水啊。對，有。有啊，有一款醫生嘛。有啊，啊醫生用來講。乾乾的。就是因為我鼻子過敏倒流在喉嚨那裡，都會好像黏黏的感覺。黏黏的。就是好像有痰這樣子啊。所以你看我聲音都啞啞的。平常都要一直講話，也有差。你幹嘛要一直講話？你職業是？因為我現在做事業的第二春。哦。我在做個小英總統那個長照2.0，我在帶社區的老人家。啊，哎呦，也是偉大的。大概延緩失能失智那一塊的。哦，所以你照顧咗。對，這樣子我每天都要就講話，對。啊，團結到阿公阿婆啊呢。對，教他們帶他們做活動。哦，真的呀？對。哦，哎，很偉大哎。你今天會有點緊張，對不對？沒有，還好啦。我想說你比較沒表情。跟住阿公阿婆會有乜嘅反應？係啊，佢難帶啦，或者是像他們程度。就會某胸裝啊，有的是中風過的，他就是比較緩慢。啊，如果靈活的，他們也是都很靈活的 ，OK。因為有當正常的多少？也有正常的，滿65歲啊。哦。 65歲就老人。那葉家修老師就老人了，他可以送進去了哈。不要這樣子啦！不要我被控吧，再怎麼樣
再怎么样也是魏老师先去。咩？佢變坤嚟哦。哦，安尼係啊。冇，看到哎呀，嘅冇，差唔多56，哎呀，嘅因為嘅唔會滿意。我是人老心不老。哦，對，人老心不老，那就跟直接來講評啦，好不好？對。陳小靜小姐，因為從咧平板哈，幾條歌來講，伊平順伊個咬字方面也冇乜個缺點啦吼。我本意就建議啦。好。山歌嘅流暢度哈，除了音以外，弧度。幅度哈，冉的，你聽到嘅隨口我唱來這個哈，我感覺就是講參考啦。係咩樣嘅？我唱嚟講，上邊我咪講，三個冇no對錯，冇樣東西，順好聽，呢三個是好。所以講，我是講本隻建議，轉移練練哈。隨口我唱來，這個大家會說啊，聽到也好流暢啲啦，啊，語言就可能會好聽。隨口了唱來呀。感恩的建議啊！對，哦，安之姐，我將篤鼓吹用嚟，將篤，肝腸寸斷，對，要連貫這樣子。對，轉音要轉得順一點哦，不要顆粒一點那麼大，加油，好吧？加油！出來就是成長。對呀，出來就是一種經驗嘛，對，一種經驗。哎呀，好來看你拍歌管冇來。天秀整的分數。老師剛剛在旁邊透露我說，這個髮型吹得好看哦，這樣對，真的啊，好迷人哦，唔是笑的啊，係啊，笑，哎呦，天秀整的分數。好了，過關，謝謝老師，恭喜你，冇問題，嘿嘿，恭喜冇問題，好，係安之姐，好，安之姐，好嘞，撒下來呢，來自桃園楊梅侯秀蘭帶來3個字，來聽啦哈，大家好，我係侯秀蘭，我來自桃園楊梅，今輩真歡喜來了老年大擂台，唱歌本特別個聽。希望評審老師多多指教，希望大家。
你好，你好，你好，嗨。真久冇看到哈。好啊，俺记得咯。記得冇？哦，按多年冇啦。6年咧。經過按多年咧哈。有這樣子來，俺冇去看過啦。好，是呢，是呢，新鮮呢。哦，所以你之前來嘅時間唔記記啦，係啊。啊，但是你以後先嗰個先收費嘅時間都多記嘛，係啊。係，今年攏愛吼，係有獎啦。先獎，等一下。後生是讓人有搶來條路咧，冇買中哦。哦，真係。唔會人口衝上，誒。因為係講捱啦，路誒，真係路誒都路誒啊。哦，奇怪，今日真講攏啊，我真想轉過去啊呢。佢冇可能。我係講緊片段。哇，5、6年冇來，係啊，一中間咁係有啲那廠啊，啲成個半年啊，有冇？冇，6年都天天冇出來咧。全冇出來。做些呀，穿錢咧，穿條錢咧，你下張有料啊。哎呦，按好。風羅喺流量。風羅流量，馬上記起來你啊！你說你咪有認從。對。唐公唔去菜市場嘅時間，只俾人認出來啊！講有送過天師，係安慰唱歌誒。我私了2幾年，他冇去做生意添，到班我要上班，然後轉去要種菜，要打扮要去上賣。當到人看到我講，見看我呀，我出啲啊，我講叫我超人那位有看到呀，我講係嘛，叫係啊，錯，依家打擂台啊！哎呦，真係，你都認得出來啊！哎呦，哎呦，乜當好咧？當到你先嚟嗬，誒。看面子啊，特別看過誒，我啷買啊，啷買。哎呦，所以啊，穿條錢，我哋是鐵的，所以唱過嚟，唔可以做電腦較好都錯嘅嗬。要漲啦，漲到到哦，今日要多嚟上節目，啊唱較好啲喂，時間留較長啲喂，對我啲人節目印出現，他個對人印象我特別深刻。最近業績可能不太好，所以再來。哎呀，你睇市場，所以冇買啦，咩冇中啦，算你做完叫你要做難你啊，我做難你啊，半做半料，冇做我全料，要全料啊，安好，誒都好嘅就創新歌啊，對嘛？係啊，哦，誒穿拉啦。穿拉白啊！穿拉會拉啦，我要蠻閉啦，自家蠻熱就好啦。係啊，就是蠻久嘅嘛，穿拉自家蠻久嘅。地久就好啦。係啊，自古就快樂，快樂哈！嚟，唐先生公平。英英老師，好，小蘭台最後基本從你係3個字，首先我係先按農業嘅上吼，就係提醒嘅上嘅兩土動好。吼，韓國語嘅上其實一強力吼，所以按你談起來就當聲音。不過按樣先嘅上吼嘅特色，上時候誒平面的東西就會容易下降，吼就係談起來會下降，吼就係你嘅你係鼻音到鼻孔嘅音嘛，吼出來聽到，所以嘅到高音嘅時間，按你談起來就會當降，吼你就係你愛注意嘅位數，吼就係貴屬歌曲嘅。表現來講吼，就係你愛去練，你嘅聲音係唔係有一種東西，按到聲音的厚度，吼，就係合判掉啦，吼，就係你嘅上，比如講帶音啊，然後到高音嘅時間吼，你就完全上去衝上去，音夠到咧，咁個該就同講，彈起來就會該叫死吼，聲勢就會彈唔清楚，吼，你就係你唱歌可能。唔單講係3個字，不管唱乜嘅歌吼，你就係你可能會係注意嘅位數。好，接下來就係講你見俾唱嘅3個字。首先吼，係講第一句3個唱來，你係3個，好，你一彈起來唱開了。好，所以3個，好，韓國你唱，你兩片要聽下來，可能你歡喜也冇歡喜不講吼。聽下來，我遲到你唱，你就撈你係語撈佢團體咧。好，運動係撈佢練起來，你係來高音嘛？語哦唱啊，按樣先彈起來下順暢，好，你一幾隻詞將要完整表達出來嘅意思，好。三個了為唱啊。韓國呢個你係第3句強調嗬，客家文化，嗬，你冇強調，嗬，自然撈開了。韓國最尾一隻詞嗬，萬里揚，萬兩隻詞彈起來有點從變成花語起嚟，萬里揚，
翻，吼，就是你牙齒會咬到你個嘴吼，你嘅音會落去發清楚。 吼，就係今日會先解斷吼，我相信你都全部係細問題，係用落去改進。你個上任呢，其實當入你個本錢喺個提升，是嗎？好，謝謝嚇。好，順夢先生。我嚟看一下有乜乜同歌冇嚟。小小人嘅分數。過關冇？過。順夢過歌。係啊，冇問題啦嚇，誒，加油啊！好，恭喜恭喜。好嘞，3號嚟乜嘢？來自新竹市二號妹帶來平板。當啦。大家好，我係二號妹，我今日第一擺來參加農業大擂台來唱歌，真緊張咯。不過我希望我最尾就好順利過關，嚇，希望大家。 你好哈，你好，黃妹子，帥哥美女，係啊，新同學啦，踢敗來，踢敗來啊！咁睇唔出嚟，人哋唐一就講佢唱過叫嘅山歌咧，要見咁樣嘅嗬，唔可以強神嗬，要玉米呢，係啊，超強咧，學到當好啊，萬年青強啊，我青強，唔強嘛咯，我要溫牛，奇怪的，踢敗來當強，踢敗啦，踢敗，他一敗就唔會。你見邊係有歌慣，他一擺就唔會。希望啊！我看應該冇乜問題啦。係啊，係啊，順弄順啊。哦，我看啊，係啊。唔看啊。視頻線上看唔點樣版，我都唔。唔點樣嚟看嗬？嚟，睇一下吳春。按照兩位主持人所講啊，哈，唔唱嘅呢歸順哈，一順啦，哈，歸屬嗰位牛師啊，對啦，哈，要當然正途嘅，也睇唔唱人雖然講係講第一次來呢一個節目，唔過看而嚟嘅唱法啦，要做功課，要見啦，呢唱啲坐到啲位來做評審咩啦，主要嘅按到幾輪對方我潛嘅骨頭啦，哈，而根本嘅咧按到。淘汰賽嚟講啦，海鮮嚟講啦，嗬，啊感覺冇乜嘅問題啦，嗬，冇乜嘅缺點啦。尤其講藝術歌嘅呢，山歌也好，流行歌嘅也好，呢首先呢唱嘅歌詞嘅內容，當作係你本人係藝術歌曲嘅主角，所以呢首先呢先唱出來，先愛唱之前呢先飲嘅歌詞，看有順嘛，對啊個唱平板有順嘛，冇一聽講唱平板。冇聽講唱山歌詞，一首歌詞呢，我看本人有適合唱嘛，嚇，你做你做一個時下，我上台之前啊，表演也好，比賽也好，我做個功課，你做我係個本人嘅建議啊嚟。先生，哦，當好建議嚇，誒，按你做嚟看一下喲，看有辦法過關冇？看有過關冇？你看有嚇，二部乜一本書？好嘞，過關冇？過關冇？
过关冇？过关。冇问题。 40万等。 OK。 係啊，恭喜哦！啊，好，現在畢業當場哈。天天你行。我按你 CV 已經過關了。係喲。後邊還有 CV 哦。係喲。可以哈，high 畢業咪。嚟自新竹博山用寶玉帶來樂山歌。好嘞，彈過啦啊！大家好，今日我又到咗嚟唱山歌了。然後大班上好多嘅朋友嚟向下唱，是因為後唱了山歌，穿線了山歌繼續唱下去。 我今日嚟唱樂山歌，希望做得過關哦。翻山過了。 万万呐，开大门，流汗呐，行路难呐。 山歌唱出心欢喜呐，同发了。 來做伴呐！哎，李司長，李司長你好，李司長你好，哎呦，很有心啊呢，哦，應介紹人啊，你節目都參加比賽啊。做次社會用誒。 哎呀，做次社會用。係啊，因為我哋嚇山歌班向下按叫嚟啦，哦，4、5年就嚟啦，按見到那還唔敢出來，那我就會一直鼓勵他們出來，走不出來。 還有下一批，上面一批已經過來了。還有下一批哦，啊，有啦。咁做成你會成功啊？係咩？所以難怪你做理事長咪，對嘛？按講按摩行誒。係啊。你在那堂講東西，你沙期攀廟會的活動啦，還有沙期的發通啦。哦。錯嘛？安好啊。你這個籌劃的嗎？對。那每一集節目都係你這個規劃的咯？錯啦，就是成立5年人來講，逐十日咧Q6初2，我就要盼本記到大家來愛獻的、記獻的吼，啊大家來唱山歌，我來教，啊我要煮本記到食。七家煮。對，我因我煮會較送啊，無像個鬼白菜，鬼白菜，係啦，係你講本人盼吼，要上班啊，我自家做5錢用，我酸。 就是個卡人嘟嘟好玩。啊，鬼巴散我有做，全部都大鍋菜嗎？炒米粉、炒米粉啊，煮湯啊，炕肉啊，還有下巴雞酒啊，下巴扮演的啊。哎呀喏！啊，一天啊有米線目啊。今日我團嘅有冇上禮拜有一個參賽朋友，哦，伊歌唱比賽。佢講佢特別去參加歌唱比賽，味道嘛個，味道嘅食個炒米粉、江鹽糖。 鹹菜糖，係啊，哦，咁建議鹹菜糖係說，昨天啊下禮拜5是初2咧，還是我準備乜嘅？我買嘅出食。
主角是主角。啊，去设了全部唔去甲罚钱批的吗？因为我会里有钱啊，当中因为赞助爱你嘛。协会有钱啊。你眼睛好啦，你看到有拿钱币，看到有拿钱币。因为赞助啊，看来总按好几位赞助不爱。对啊，所以都冇问题吧？系啊，按多人的天数，这继续做下去，带动客家文化咧，好冇？系，好嚟谈一下先生的公平嚟。加油，先生。从那个山歌嚟讲。除了熬死，你转头转角，今日做得非常好。不过心欢喜了只所在，喜的时节感觉当中还无按顺的位。心欢喜的时节，好了咪，你转迄了只迄转迄了只更加强了只心，我相信会更加好。好，加油！安尼，安子先，好，来快把歌管无，来。用不用个分数？来哟，加油！加油！管。好了，冇问题。子谁？理事总有听歌管的嘛，啊。OK 啦。好，可以啦。继续加油，好啊，谢谢安子生。好嚟，杀下嚟。嚟自桃园有冇顾伟汉带嚟评判？看看啦。我顾伟汉，我带杨梅，好，我今日好嚟大擂台，爱唱评判山歌，好，我希望嚟能夠嚟唱得好，幫我嚟過關，好，希望。裁判先生來讓我多多指導，是夢大家。帅哥美女，哎呀，很久冇談到啦，帥哥美女啊！哦，你好，泰國，你好，水果達人呐，水果達人，哦，賣水果哎，賣水果，做餅做兩季賣水果，哦，今天賣水果，就錯啦，好，托馬豆嘅新講嘅啊，韓國新埔水梨、新埔柑嘅，啊，今買年去就錯嚟啦，哇，水果白命啊！外面上多暗火，上啊都好，弥勒佛哦，係咪？是冇，上多唱嘅彌勒佛。小朱小姐啊，我到以後路嘢，當喺唐人嘅鴛鴦夢。哎呦，見南部嘅啦，南部嘅客家人啊，接受好多人較多啊。名人嗬，唱按名人嘅啦，哎呀，阿鳳姑啊，15年前啊，講去到楊梅市場啊。跟我做生意是平頭，結果讓人過去看咧。哦，看到我本人都走嚟啊。係啊。唔準來人家動手邊條啫嘛。你中秋嘅啦，就知。便宜東西。看我較重要啊。做到生意嗬，賣唔得咩半送半賣。哎呦，大家都嘅時間是安逸啊。做功德。難怪你看到按福相，人家嘅福報一定當好。
对呀，对，弥勒佛一天我顿保佑啊，系啊，保佑嘛，有晒天啦，有平安健康，哎，快乐上啊，哎呀，对呀，哎呦，对啊，当我冲嘅係影響好，有限時間嚟衝下，好，好，我衝面嘅啦，我想較想問一條，冇事情。喂，肯定慢點，慢，你可以進下一問。什麼？你要問什麼？你要問什麼？你想哦，我知道，羅老師剛剛在旁邊透露我說，哎，他這個維漢哥，這個髮型吹得好看哦，這樣對，真的啊，好迷人呢。唔是笑嘅啊，係啊，笑。哎呦！哎呦，很快樂嘅聲音呢！哇！喂，這個是范將軍。啊，就是呢。笑誒！哇！好喜歡你哦。好啦，你唱得嚟就係公平嚟公平啦。施總先生。那位古先生看起來非常的開朗，非常紳士哈。對於呢首平板山歌來講，要分幾點啊？其實因為拗時啊，一面食字一面量。你有去過台州聊也到個大過嗎？你青島個卷舌音啊，翻譯講卷舌音，日滾那個日字音青島哈。咱三年是講節譜嘅問題。你到個五地南語掌上風，個五地南語個頭啊，你嘅節譜拍子是亂體五文嘅哈。就於按sense嘅呢種先生啊，實際講上來本語來講，就咧技術咧本大家觀眾咧歡樂，不過咧身體上面方面可能會多少嘅哈，係咪加油？一節拍拍個後穩啲，我盡啦嚇。好。點冇？家節目根本就冇嘅你啦，係啊，冇對到係啊，最早就冇得到。還要看一下，看有辦法過關冇啦，哈，係啦，哈。顧維亨嘅分數。兩隻紅燈，兩隻藍燈，所以表示係你。冇得，所以淘汰嘛哈，哎，那就淘汰了哈，還是失禮哈，啊，等下，你一條男冇裝好，那都辦好，都辦好了，較刺眼啦，哦，安尼就講啊，好可愛哦，殺來，來這前輩是後修年代的三個字，叫太太煩惱啦。煩惱，橋都俾門夾嘛，要按到寫嘅，好倉。冇幾多歲啊？冇幾多歲啊？你18歲啲啦。大家好，我係邱少年，今日嚟參加農業大擂台，非常歡喜，希望大家幫我順利過關。
快乐我来到那。哎，九太哥你好。哦，你好，你好，你好。小林哥你好。家老的名係細妹嘅名嘅，哎呦。吼，修練，感覺迄個細妹名嘅。麥克風嚇，要麥。修練。係啊。修練。我結果係細嚟吧。聽講來比賽太太吼，請煩惱嘅咩？係啊。會擔心沒有？梗係擔唔見嘛。哎呦，用乜嘢咯？梗係創作啊！哦，呢啲太難。講創作咩講調節？太難嘢會做為難，對吧？講係老師啦，講莫俾人騙咗啊！啊騙伊來，按即家來啊，按即家來。係啊，我即家來啊。哦，唔會啦，按電腦幾毛？唔電腦賺毛？等下，嘅我太太要打電話本嘅。製作能力係啊，咩嘅打電話本檢查嚟，從飲茶做依啊，哦，從飲茶做依下同黑土多啊，哦，從依飲茶就唔係淡唔驚，所以見面冇橋都擺嚟咗，冇啦，冇啊，係啊，太太煩惱啦，煩惱橋都擺門夾嘛，要按到寫，好倉，冇幾多歲啊，冇幾多歲啊，就28歲啲啦，哎呦，聽到這個很敏感哦，冇幾多歲哦，28歲，其他全部抗咗原行上我相信，28天，永遠28，是嗎？是嗎？對嘛？對呀，對呀。叫咩希望睇這個？啊冇，按住寫，希望你來參加，歡迎來。對呀，來，聽下先生講。英語老師，要睇講吼，首先我咪先講呢個上任非常介好，就係當標準該種吼，太書山下溜山歌該種聲音。吼，清嘹亮，吼，從起來啊，聲音清發啊，清好聽，吼，你啊，係呢個特色，香港呢個優點，吼，我相信呢對呢個客家山歌、香港文化，吼，聽出係當榮幸嘅，然後從呢個歌聲當中彈嘅出來。你從呢三個字，吼，我建議你啊，吼，你從大家其實彈起來韻味都當好。好，唔過呢，呢個你係高大人，我遲到你做得這個老去調整一下。譬如講，呢個提議嘅吼，你係從人生一般係人生50首歌咯，唔過你從忙事嘛，吼，剛開始你冇講繞口個，你一隻詞就上到那一篇啦，吼，所以呢篇我冇讓你特別講唔錯，吼。唔講呢個首歌咯，你係帶下來嘅法，吼，你提時間我建議你啊，吼，你從你係身體健康快樂到嘅世界做咗變化，香港呢個上任嘅個人做得從到上去，應該量突然啦。吼，你做得老去改造一版，吼，我相信你未彈過啦，我感覺安樣從可能對你個咧，貴屬歌曲彈起來，吼，為咗一隻，因為三個字相信你就係以彈幾個個人嘛，吼，你個個人從得動將，哇，大家講哇，你從三個字實在好彈，所以最尾一句我建議你老去來個身體健康啊，快樂我到哪？我相信你做得從得起來，唔過咧係我對你吼從三個字嘅建議，今日講進來你下很明顯嘅錯誤，就係你兩台熱歌嘅時間全部慢咧，吼，第一台你咪慢，喺我想講哦聽緊張，第二台你如慢，跟住轉緊當緊張。吼，係講按樣緊張嘅情形，因為兩隻階段吼，其他老師我唔知，唔過我希望你還係有機會做得展現你嘅上任，所以係講你做得留下來，絕對係攞音樂嚟合下來，吼，你慢譜絕對做唔得唔錯，吼，係希望吼你做得很有很好嘅表現，希望你。謝謝。睇呢個老英老師嘅本地歌樣，係啊，因為佢上當好。佢做個撲嘅做唔到啲，要好上。呢段嘅古味漢先生咁樣啦，係啦，兩邊嘅撲嘅，佢家都撲嘅冇做唔到。唔必車到嘅啦，係哦，唔係，要來就好車下來，要出嚟行行啊就好誒，係咪？嚟看分數咯。哦，先看一下，看下40點嘅歌館冇來。優秀點嘅分數。陳立先生，我想嚟補充一下啦，哈。其實講起來那個侯先生啦，佢20年前我就識佢嘅，嗰陣時呢，哈，佢嘅各位歌聲啦，比我個
歌行下會唱，對呢台北來講啦，佢係我嘅前輩，所以呢，但是都根本嘅幾下十年冇看到，根本看到之後是，但係嘅山歌嚟講，你廿十邊嚟講，因為又係比賽又唔係表演啦，所以呢，對就玩得也太明顯嘅啦，所以呢，佢睇下開始去參加，佢就有蠻多嘅一鋪嘅嚇。按樣現嘅話，所以邱先生排戲哦，我冇好半年歌啊，是你哦好，來，多謝。好，安尼30分鐘無過啦，嚇，排泄嚇，實力吼，有來做，麥克風帶轉移，下次樣來嚇，麥克風帶，等來哦，哦，聲音哦嚇，按住先，好，好嘞，殺下來，來自桃園中啦，王顯華帶來評判，來，等下啦，我係王顯華，這擺有到咗去參加山歌比賽，聽講啊，山歌比賽冇人改哦，第一我要好上改。雖然我冇好上過，不過我會千3萬來唱，希望有好嘅成績，羨慕大家。哎呦，你好，你好，你好，有主持人啊，也比都唱得好啦，要高數啊，高數，哎呀，冇問題，雙面咧嚇，當雙面啊，係啊，千數面，俺叫冇看到，係咪？對啊，之前你有比到嘅乜嘅魔王 PK 賽啊？誒，魔王 PK，係啊，咁咩安尼多魔王 PK 當到關嘅了，係啊，試管天天嘛，啊要查多一分。查到一分，哦，所以按打上，哦，跟唱到按好用雙板用我數鐵吼，奇怪。你也是只有乜嘅生物係咪？係啊，可能容易唔好做到強數。所以個比賽有上市哦，真係可以拜拜哦，冇拜拜做唔得咧，係靠運氣呢。咁佢入雙排啊，嗬，俾人 PK 係有冇？佢要13萬。13萬用板。練習。哦。拜拜。兩唱嗰位，哦，有限時間咁唱，有限時間唱，咩明年啊？冇啦，沒有，唔跟你講明年咧。所以一般人睇起來看冇進步當多了，哦，有啊，當孫啊，青菜，當菜，準備好樣來。我是想多不下練啊，冇人糖啊，冇人獎品啊，我都有先生嚟。係啊，先生乜搞啊？都要當好啊。來到茶，來到誒貴賤啊。真的，你媽進步啦，真好。哦，現場教導呢，對吧？那位先生嚟講評呢？陳立先生，就因為有經過按多次嘅兩個磨練呢，所以你到呢擺來後也都可能誒貴賤嘅缺點啦，唔似個頭部卡要經過按過去練習，所以會注意到嚇。但是呢，其中來講，我個人嘅建議嚇，都有天意睇下天意。2支來講啦，嗬，人哋T1，你做咩T1要比較
较平的送吼，伊那伊T1安尼送啊吼，可能来讲吼，按做比较也较古词来讲吼，可是弹起来吼，啥毋要弹到1，那边的1。按用佢那个声音出来哈，本人小小嘅建议，就是先加油，谢谢。什么情好，况？按自己，好，按这来看一下，你爸爸过关冇？来。王兴发分数。好了，过关，过关。哎，过关啊，冇问题，40万点哈，加油！恭喜啊！什么？好，也拜希望啊变较大关的位，哦，今后进入六强。有进步咗啦。有。什么你来？大家好，在毕业当中，多谢，谢谢。安尼好聪明的朋友哦，我相信要动作，积来报名啊！报名专线：096667人06人，系纯正天花0227778231。嘿，等下大家来报名哈！今日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的收看，因为呢，还没有多谢 CB 的辛苦的评审先生哈。什么先生？什么所有辛苦的场先生？什么小飘？谢谢老师们，谢谢，还有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们，大家都非常的辛苦哈，辛苦你们了。下礼拜我们记得咯，一定要准时收看呢。闹热大擂台，闹热冲卡來，拜拜。